他是雨林街的镇魂将，传说中是一个令人畏惧的男人，身手惊人，对艺人绝不姑息。据说雨林街的艺人都叫他门将军，称他为雨林街的战神。门将军，战神，那就是门神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可就到了。老祖宗来啦！我说的是他。你好，我们是那个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然，不就是大名鼎鼎的门将军吗？水儿，是你救的吗？也算是吧，但主要还是你眼前那傻妞的坚持，不然也不好说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来这儿是为了什么，但既然你救了水儿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撒谎的机会。说完之后，立马离开这儿，不要再回来。通缉令上的人是你吗？哎呀，怎么可能是他呢？不是，他哪里有这么帅？我是在问他。给我一个说谎的机会吗？有意思。快说不是。撕得好，这个通缉令一看就是假冒的，上面根本就不是他的。没错，我就是曹彦兵。我出去缓缓。水儿，大姐姐，大姐姐，你来早了，我们还没开始做饭呢。我帮你们吧。哎，大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是病了吗？怎么看着比我还没精神？唉，你们那个门大人把我那个白痴同伴给叫走，说要去聊聊。哦，可能门大人是想感谢大哥哥吧。我跟门大人说了，大哥哥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嗯。大姐姐，你怎么笑得这么疲惫？哎呀，其实我是担心他们俩打起来。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他们两个只是去聊聊吗？这个你以后就会懂了。这是他们直男之间的对话。哦。狗儿，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？曹彦兵，原罗刹界镇魂将，因撕毁灵槐树而被灵域通缉。然后呢？我给了你一次说谎的机会，但
你没有珍惜，你现在一定是后悔莫及吧？我去，我现在可以再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，但这也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年轻人，不要在同一个地方犯2次错误。我解释，我真诚的、毫无保留的、指天发誓的解释，林槐树就是老子炸的！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？那你来这儿也是为了炸菩提树？ Of course， 炸一颗也是炸，炸2颗也是炸，统统炸掉，红尘路上好作伴。你在我面前供认不讳，难道不怕我立刻抓捕你吗？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又打不过我。我解释，我真诚、毫无保留、指天发誓的解释，林槐树就是老子炸的。那什么鬼啊？ 我听说过你在罗刹街的所作所为，但是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讲证据的。你这猴子，搞不清状况，你讲什么证据啊？没有教养的兔崽子！算了，对你这种死鸭子嘴硬的家伙，我还是先揍舔了再说。 对啊。喂，你这怎么那么多鱼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你的地方你都不知道？婶儿，叫他们去吃饭嘛。嗯。你们在打架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我们在跳舞。哎，对，跳舞啊！吃饭了。哎，好嘞啊，来了。明明就是在打架嘛，还说是在跳舞，骗人。吃饭啊！
是白饭。喝酒之前，你们是不是可以碰一杯啊？我自己喝，无需碰杯。我告诉你，想有我年轻力壮，我就不信我喝不过你。老子经验丰富，我还就不服呢。大哥哥，我觉得你的肚子鼓起来了。门大人，我觉得你的裤带可能要断了。我是忍者。我要是还有无牙，混蛋！服部，怎么回事？主上，是这样的，我去监视曹彦兵，发现他跟北洛师门在一起吃饭拼酒，后来他们喝多了，跑到窗边吐了我一身。北洛师门竟然如此幼稚。不过服部，你真的是一个优秀的忍者。什么味儿？好像是酒酿圆子。走。干啥呢？大清早杀猪！你们带演话剧啊？曹彦兵，你看他们怎么变成这样？你快想办法！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李学员，李学员，出来，李学员！你没跑？蠢妞，我只是去拿武器。拿武器干嘛？凌人异化称之为异人，镇魂将可以自裁。怎么自裁？杀光他们！你疯了！异人就是变异的猛兽，现在不出，千百年后就会幻化成异兽，祸害灵域。曹彦兵，昨天他们还好好的，今天突然变成这样，你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而且现在你已经不是镇魂将了，你不可以杀人了。南狱夫。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那天北洛师门把你叫出去的时候，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？我解释的非常清楚，灵槐树不是我炸的。他们曹家哪有什么信誉可言？明镜村是妖魔之地，你们却硬要去，
怪谁呢？南大人是驻扎在山上灵甲军的将主，去纸上写的地方。天地浑浊，美丽花妖魔，吞噬魂魄，欲望的漩涡。你问我为何还要执着，不去从那规则，闪烁着金光的枷锁。纵然已有太多的沦为权力操控下的傀儡，仍不甘心把世界交给那些虚伪光鲜败类。抛开虚伪，权力已被，就算上天从来不分错对。属于灵魂自由的堡垒，是要将它永远守卫。退亦无可退，一身错。操控下的傀儡，纵然已有再多人。